马鹏程，你他妈给我介绍的什么极品渣男？相亲居然逃单！我不管，你现在立刻给我转20万买单的钱，否则明天我就去医院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别，宝宝，孩子千万不能打，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不就是20万吗？我现在就给你转。陈豪，你给我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恭喜宿主逃单成功，1亿现金已成功发放到宿主银行卡中，资金来源完全合理合法，请宿主放心使用。个、百、千、万、10万、100万、1000万、亿。陈豪，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个男人了？陈豪，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个男人了？马经理，你说的是相亲逃单的事儿吧？这件事儿，其实我是有苦衷的。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不是你可以逃单的借口。要不是看你平时老实巴交比较好控制，我怎么可能选你去接盘于莎莎？陈豪啊，你相信我，莎莎她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你现在立刻回去给莎莎道歉，她肯定会原谅你的。只要莎莎原谅你，下个月我立刻给你涨工资。涨工资？小爷我现在可是有1个亿的人。马经理，不是我有意逃单，实在是那个于莎莎她太过分了，哪有带着40多个亲友团相亲的啊？我谢谢您操心我的人生大事儿，不过以后请您还是别操心了。还什么莎莎可是个好姑娘，好姑娘你怎么不自己娶回家呀？陈豪，你竟敢让我在那些亲戚们面前丢脸，等着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多么恶心的下头男。家人们，谁懂啊？今天相亲遇见下头男了，就是这个男人，明明就是一个穷逼，相亲却非要装大款，点了8万多的餐，最后结账的时候居然逃单了。这男的是不是有毛病啊？没钱装什么大款？8万多的饭钱都付不起，还来相亲？小姐姐别哭，这种下头男就该曝光他，长得跟个倭瓜似的，还学人家相亲，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天哪，这也太恶心了吧！姐妹们记住这张脸，以后相亲遇到他竟然还敢恶人先告状。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好好陪你玩玩。只要能拿到那天的监控，于莎莎这盆脏水就泼不到我身上。苏姐，你看那边，那个是不是视频里相亲逃单的男主？没错，就是他，陈豪。陈先生，请问你作为一个男人，在和于珊珊女士相亲的时候，做出逃单这种不要脸的行为，有什么要解释的吗？陈先生，作为男性，在相亲中假扮阔少，却最终逃单，让女方及其亲友承担近9万元的消费，你觉得自己身上还有作为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吗？陈先生，有网友说你今天之所以顶着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声突然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觉得黑红也算红，想要蹭着这件事情的热度出道当网红，请问这是真的吗？各位，请稍安勿躁，事情的真相并非你们现在听到的那样，很快我就会向所有人证明。又是你！你知不知道你那天逃单的事儿，这2天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我们酒店声誉造成多大影响？光是潜在客户流失，估计损失就不下10几万。赵经理，我今天来不是闹事，我只想来要我相亲那天的监控录像和消费账单明细。不可能！我们酒店有规定，监控视频不能随便给个人，而且老板明确说了，不让我们介入你们这档子破事儿，影响生意。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检测到宿主面临2难抉择，触发及时选择。选项 A， 转身离开酒店，获得识时务的窝囊男人称号。选项 B， 买下四海酒店，获得奖励，永大集团51%股份。永大集团，不就是我们公司？我选 B。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等！赵经理，你说你们老板不让你们介入这件事，那如果我就是你们老板呢？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要买下这家酒店。你说什么？买下我们酒店？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为了拿到监控证明我的清白，我觉得很值。去联系你们老板吧。
你等一下。啊，对。陈先生你好，我是江城晚报的记者苏沫，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对你进行一次专访。专访可以，不过可能要稍等一会儿。陈先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要为了那份监控买下这座酒店？这酒店可不便宜。当然是真的，有些污点必须用最彻底的方式擦干净。监控是最直接的证据，而买到所有权就是拿到证据最直接的方式。他这是为了洗白自己，打算上演一出豪掷千金买酒店的戏码，这成本也太高了吧？可是如果他真的有这个实力的话，又怎么会在相亲的时候逃单呢？不行，我得去看看是真是假，一见便知。陈先生，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见证一下你买下酒店的时刻吗？可以。陈先生，我们吴总在顶楼会议室，他请您上去谈。带路吧。就是你要买我的酒店，就为了要一份监控视频来证明你的清白。是的，吴总。年轻人有魄力，我欣赏。不过，生意归生意，这个数500万，现金，一次性付清。只要你今天能拿出来，这酒店立刻就是你。500万，就为了一个监控视频？这下看你还怎么演下去！如果我猜的没错，下一秒这个陈豪就要找借口推脱了吧？500万，对比一个亿和永大的股份，简直白菜价。筒子哥果然靠谱。怎么，陈先生不会是拿不出这500万吧？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喜欢好高骛远，以为自己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成交。什么？成交？500万现金转账，现在签合同。酒店所有权包括所有历史记录数据立即移交。如果没问题的话，就麻烦吴总现在让人准备合同吧。你真拿得出500万？吴总这是质疑我的实力。您的银行卡账号是多少？银行卡到账500万元。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请宿主及时领取。陈爷，陈总，我的亲哥哥，您瞧我这张嘴，该打！我真是有眼无珠，狗眼看人低，真神当面都不认得。大陈，你来真的？吴总，现在可以签合同了吗？可以，赵全德，你他妈是木头人啊，还不赶紧去把我保险柜里那份镀金的镶了红木边框的酒店转让合同给我请出来！是，吴总，我现在就去。陈总，您稍坐，我这就给您沏茶。茶就不必了，麻烦吴总让人转告楼下门口那些记者，先到大厅休息区等着，就说我等会儿会给他们一个交代。陈总是想高，实在是高。陈总放心，我这就去办，立刻马上。那个陈豪到底什么意思？让我们来这儿干嘛？陈豪来了，他还换了衣服。各位朋友，久等了，你们想要的真相来了。这个红烧海参给我们每个桌子上一份，这个澳洲的鲍鱼也给我们每人来2个，另外再给我们每桌上5瓶82年的毛子和2条华子，我抽别的咳嗽。好了，陈豪，我们都吃好了，你去结账吧。各位，这就是当天相亲的全过程。现在你们觉得这顿所谓的相亲的饭局，我应该买单吗？这简直是敲诈，带着40多人来吃大户啊！没想到这女的看着人畜无害的，居然这么不知羞耻，竟然还在网上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简直是恶人先告状。观众朋友们，今天反转，所谓相亲逃单事件，真相竟是女方携庞大亲友团进行消费绑架。陈先生，
对于此前于莎莎女士在网络上对您的恶意指控，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清者自清，我只是用事实说话。今天公布这段视频，并非为了针对于莎莎女士个人，而是不希望相亲这件本该真诚的事被某些不良风气和虚假言论所污名化。也希望提醒大家，网络信息纷杂，请务必理性看待。家人们，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只是想认真谈个恋爱，我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人。其实只要陈豪他愿意诚心跟我道个歉，把那天吃饭的钱转给我，我还是可以原谅他的。毕竟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姐姐好善良，被渣男这样对待，居然还愿意原谅。曝光他，让他社会会死亡。心疼姐姐遇到渣男了。莎莎不哭，我们支持你。我本来只是想网暴一下陈豪，没想到竟然因为这事意外涨了10万多的粉丝。陈豪，我还真该好好谢谢你啊！反转了，四海酒店发布会视频流出来了，打脸来得太快。捞女带着40多人吃霸王餐还有脸直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豪，又是你，我跟你没完！陈豪，今天谢谢你的配合，报道明天就会见报，标题我都想好了，逃单罗生门反转，500万买下的真相与尊严。标题不错，麻烦你们了。你花了500万买下这酒店，真的就只是为了拿到那份监控，证明自己的清白？当然不是，要不是为了系统奖励的永大集团51%的股份，这酒店打死我也不买。当然，这关乎我的名誉和清白。钱很重要，但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那可是500万啊，普通人一辈子可能都挣不到，你觉得值得吗？我这个人对钱没有兴趣，我从来没碰过钱。你笑什么？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哦，之前想象我是什么样？猥琐抠门下头男？反正没现在这么特别。好了，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再见。再见。陈豪那个王八蛋，他让我在亲戚面前把脸都丢尽了，现在又搞我直播，我的号被封了，20万粉丝全没了，他这是要逼死我啊！我肚子还怀着你的儿子，也跟着妈妈被人戳脊梁骨。他妈的，这个陈豪，我看他是活腻了。你不会让我白受委屈的，对不对？当然了，宝贝儿，你放心，明天上班我让他跪着来给你道歉，不跪，老子就让他在这行永远混不下去。光是这样还不够，我还要把他下跪的视频录下来发到网上去，让他也尝尝被人骂的滋味。好，那陈豪就是个最底层的小职员，有我在，你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我就知道你最疼我。那当然了。哎呀，讨厌！医生说了，前3个月要特别小心，为了你儿子，忍着点嘛。不过，我有其他办法。陈豪，牛啊！网上那视频我们都看了，干得漂亮，那种捞女就得这么治。就是，平时看马经理把那个于小姐夸得跟朵花似的，没想到是这种人。兄弟，受委屈了，支持你维权，真相大白就好。谢谢大家。都不用干活了吗？在这嚼什么舌根？陈豪，你立刻给我滚进来！陈豪，你眼里还有没有公司？有没有我这个领导？你搞出来的破事儿，现在全网皆知，严重损害了公司形象和声誉。你知不知道这会给公司带来多少潜在损失？马经理，事情现在已经澄清了，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损害公司形象的是捏造事实的于莎莎，以及不分青红皂白就偏袒她的人。少跟我来这套！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在网上公开发布声明，向莎莎诚恳道歉，并且承认网上那些视频都是你串通记者故意扭曲事实、恶意剪辑的，然后再赔偿莎莎的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否则怎样？否则我就以你行为不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给公司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为由，开除你，并且在全行业里封杀你。马鹏程，我一直以为你只是眼光差、格局小，现在看来，你还真是又蠢又坏。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马鹏程，基于你徇私舞弊、颠倒黑白、滥用职权、企图胁迫员工的不当行为，我认为你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永大集团的项目经理职务。我不适合？怎么？
难不成你还想开除我？陈豪，你以为你是谁？董事长吗？我虽然不是董事长，但我现在是永大集团持股51%的最大股东。你说我有没有权利开除你？什么？最大股东？你？陈豪，你他妈是不是被刺激疯了，得了妄想症？我在永大干了6年，从没听说过公司股东里有姓陈的，还51%。你怎么不说你把整个公司都买下来了？装逼也要有个限度。够了！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立刻按我说的去做，向莎莎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否则我现在就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立刻收拾东西滚蛋！马经理，好大的火气！你要开除谁？楚董，董事长，您怎么亲自来我们项目部了？您提前说一声，我好出去迎接您啊！这就是传闻中的董事长楚沁，这身材，这脸蛋儿，不愧是江城第1大美女。马经理，你还没回答我，你要开除谁？就是他，楚董，这个陈豪，他不仅个人生活不检点，闹出相亲逃单的丑闻，给公司抹黑。刚才他竟然还冒充公司最大的股东，在这里招摇撞骗。楚董不愧是江城第1大美女，果然漂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楚董今天来应该是特意来找我的吧？你算个什么东西？楚董怎么可能是来找你的？楚董，您都看到了，这个陈豪他就是个毫无教养、不知分寸的无理之徒，根本不配留在我们公司。哦，那你想怎么办呢？必须开除他！楚董，我马鹏程向来眼里揉不得沙子，绝对不会允许像他这样的毒瘤继续毒害我们公司的。陈大股东，你觉得呢？楚董他怎么会喊陈豪陈总？难道陈豪他真的是公司最大的股东？马经理，现在相信我是最大股东了吧？楚董，我知道错了，陈豪不，豪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看在我为公司服务这么多年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马经理，请你立刻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否则公司不介意立刻启动对你在任职项目经理期间所有项目的内部审计和风控审查程序。我这就去办离职手续。楚董，你这么一直盯着我看干什么？陈先生，据我所知，你已经在我们永大集团潜伏了2年，所以这次你突然出手收购了7个股东手里的所有股份，到底是为了什么？楚董事长，潜伏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而已。你到底想干什么？喂，母后大人，有何指示？儿子啊，你相亲那事儿，妈在网上都看到了，干得漂亮，那种占便宜没够的姑娘，咱可不能要。妈就知道我儿子有主见。妈，您消息够灵通的，放心，您儿子吃不了亏。那是，不过啊，这对象还是得找。妈托人给你物色了一个，这回这姑娘品行端正，在幼儿园当老师，温柔得很，照片我都看过了，可水灵了。你周末抽空回来见见。别妈，其实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啥？有女朋友啦？对，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而且我现在就跟她在一起呢。真的假的？你小子别蒙我。当然是真的了，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让她跟你说几句话。阿姨你好。哎，你好，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做什么工作的呀？我叫楚沁，今年25岁，现在在经营着一家公司。自己开公司的，有出息，声音也好听。跟我们好好怎么认识的呀？他对你好不好？妈，您干嘛呢？哪有你这样的？
庆庆他害羞，我们挺好的，你就放心吧。臭小子，这就护上了。行行行，妈不问了。这周末你带着庆庆一起回家吃个饭，就这么定了。啊？不是我俩，这挂得真快。谢谢啊，楚董。那个，我妈她说这周让咱俩回去吃饭。我刚刚已经帮过你了，你不觉得你有点过分了吗？哪儿过分了？请你吃饭你还不领情？你说吧，楚董，你来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儿？说吧，你收购了那么多股份，到底有什么目的？目的？我哪有什么目的？但我也不能说我收购永大的股份是系统给我的奖励吧。说实话，之前我确实是什么目的都没有。不过就在刚刚，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了我接下来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了。什么意思？我想给我妈找个儿媳妇。楚董，你愿意吗？新任董事求婚现任董事长，这也太劲爆了吧！不过这是我可以听的吗？我不会被灭口吧？你胡说什么呢？楚董，我刚刚什么都没听到。走。楚董，我妈这周末还等着咱俩一起回去吃饭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见你妈的。这女人漂亮是漂亮，身材也好，就是这个性子太冷了，跟个移动冰山似的。系统奖励的股份是拿到了，可这答应老妈周末带女朋友回家的事儿该怎么办啊？喂。这个陈豪简直太过分了！你给我盯紧这个陈豪，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摘下你这朵高岭之花呀，楚董。我跟你说话呢。好嘞，楚董，我这就去盯着陈豪。苏大记者，你这百忙之中约我喝咖啡，该不会又有什么惊天大案，需要我这热心市民配合调查吧？这次不查案，是表彰。你看，这是我们江城晚报和都市频道联合颁发的优秀协作伙伴荣誉证书和纪念品。上次四海酒店的报道反响炸了，我可是跟着你沾了大光。就这，我还以为好歹是面锦旗，能挂我办公室显摆显摆呢。算了，互利互惠，下不为例啊。说到互利互益，这不，又一个好机会来了。明晚我们电视台联合几家慈善机构，要搞一个暖冬慈善夜拍卖晚会。哦，明白了，这是刚给我发完奖状，转头就来找我收税了。说什么呢？这是做慈善，所有善款都明明白白的用来给孤寡老人买过冬物资，口碑好得很。做慈善，那不还是花钱吗？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检测到关键剧情情节点，触发命运选择题。选项 A， 接受苏沫邀请参加慈善夜，奖励慈善活动消费返现卡1张，以及苏沫好感度加 20%， 当前好感度 60%。选项 B， 拒绝邀请 0.01， 并获得永久称号江城葛一元。还捡魅力，系统你这是要我社死啊？傻子才选 B。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没有爱心、为富不仁的人。做慈善，我辈义不容辞。苏记者，这邀请我接了。真的？哎呀，陈豪，你太让我刮目相看了，我这就给你留个好位置。丁，恭喜宿主选择成功，奖励已发放至背包，请注意查收。哎，苏大记者，先别急着谢，我也有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你能答应。你别乱来，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你想什么呢？我就是想让你帮我个小忙。这样啊，那你早说啊！你说吧，什么忙？这周末你跟我回家见我妈。对不起，对不起。陈豪，不是我不想答应你，只是我们才认识多久，这就回去见家长，会不会有点太快了？不是，苏记者，你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所以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假扮楚庆董事长，去你家帮你骗你妈？不是骗，是善意的谎言。求你了，苏大记者，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好吧，我答应你，不过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太感谢你了，苏记者，你简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苏大记者，为了让你周末更像一位年轻有为的女总裁，我得先带你去置办几身行头。商场走起。啊，不用不用，我家里有正式的衣服。那不一样，气质要配套。放心，我买单，就当是演员的服装费。怎么了？这谁呀？这么停车？这是把马路当成他家客厅了。陈豪，这有车主的电话。喂，你好，请问是车牌江 A GB250的车主吗？您的车挡住了我的车，麻烦您过来挪一下。知道了，等着吧，老子办完事儿就过去。先生，怎么了？车主不肯挪？检测到宿主遭遇棘手难题，触发及时选择。选项 A， 开车撞开保时捷，奖励劳斯莱斯幻影一辆。选项 B， 继续等待车主挪车，奖励老实人成就称号及耐心+1。劳斯莱斯幻影，这选项深得我心啊！怎么了？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你他妈有完没完？让你等着就等着，再逼逼信不信老子给你车砸了！苏记者，你往后站点。啊？你要干嘛？教教某些没素质的人，什么叫社会规则。教教某些没素质的人，什么叫社会规则。奖励已发放，劳斯幻影正在送达途中。值了。陈好，你疯了！你怎么能直接撞别人的车呢？这种故意堵路中间打电话让他挪车还出口成脏的人，明显缺一顿社会的毒打。他父母没教好的，我今天免费给他上一课。素质这东西，有时候比车贵多了。你这是歪理，现在怎么办啊？没事儿，赔钱呗。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他妈的，老子给你脸了是吧？再打电话信不信老子弄死你！你好，我刚才不小心把你的保时捷撞了。什么？你撞了我的车？你知不知道我那车多少钱？你死定了！你给我站在原地别动，我马上到！敢跑我弄死你全家！你看，他这不就马上到了吗？我的车，我新提的车，是你撞了我的车！是我，不好意思，没刹住。你他妈找死！你知道我这车多少钱吗？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说吧，多少钱？我赔。赔？行啊，我也不多要，150万现金，现在拿不出来，老子卸你一条腿。150万？你这车落地也就这个价吧？撞一下要全车价。老子乐意，就这个价，少1分都不行，拿不出来是吧？兄弟们，这穷逼赔不起，给我把他的破车砸了，让他知道惹我林峰的下场。陈豪，怎么办？放心，砸我的车也行。你的车？就你一个开破卡罗拉的穷逼，也敢说这辆劳斯是你的？你他妈吹牛也打草稿好吧？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够你搬一辈子砖了。就是林少，我看这小子肯定是被吓傻了，开始胡言乱语了。这种车，他这辈子也就配在梦里开开。陈豪，别乱说，这种玩笑开不得的。陈先生您好，您订购劳斯莱斯幻影长轴骏版已送达，这是钥匙和相关文件，麻烦
麻烦您签收一下。现在，相信是我的车了吗？林少，还砸吗？砸个屁！滚一边去！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是我林芳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好，那你这车我自己修，是我乱停车才导致的，我全责。您的卡罗拉的维修费也由我出，我全包。行了，我的车不用你管，以后停车有点素质。是，陈先生教训的是，我一定改，以后绝对规规矩矩停车。苏记者，请上车，咱们还得去买衣服呢。啊，哦，好。林少，咱就这么让他走了？不然呢？你以为我是那些没脑子的短剧反派啊？开得起幻影的人，你觉得我能惹得起吗？还愣着干嘛？叫拖车啊！楚董，出大事了！陈豪他又上热搜了。这个陈豪，他一天不惹事，是不是就浑身难受？楚董，我查过了，那个被撞的保时捷车主叫林峰，是林氏建材老板的独子。林氏？哪个林氏？就是林氏建材，我们公司好几个在建项目的长期供应商，合作金额不小。立刻联系林氏那边，以公司的名义郑重表达歉意。所有车辆维修费用我们全额承担，姿态放低，尽量安抚，绝不能影响后续合作。是，楚董，我这就去办。陈豪，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难道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毁了我楚家？默默，你今天真美。谢谢。这位是？你好，陈豪。陈豪，你干嘛呢？还不赶紧去买单？好。我这就去买单，你且等着吧。陈豪，这名字倒是有点耳熟。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前2天那个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相亲逃单男。诸位，都来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相亲逃单男，连顿饭钱都赖。如今倒混进慈善晚宴了，这种人也能进主会场，安保是怎么搞的？男人的脸面真是让他丢尽了。默默，你说你跟这种货色搅在一起，也不怕拉低了自己的格调？晴天，请你注意你的措辞。陈豪是我的朋友，那件事他才是受害者。小子，识相的就自己走，这地方不是你这种穷酸货能坐的。秦公子既然这么瞧不起普通人，我倒想请教您名下资产几何？今晚这场慈善又准备捐多少？怎么，听这意思，你还想跟我比家底？就凭你，我车库里随便一辆跑车够你挣一辈子了。默默，只要你肯给我个机会，今晚所有拍品我秦公子全包了。秦公子，请自重。今晚的拍品你一件都抢不走。你说什么？你一个逃单的穷鬼是怎么敢跟我叫板竞拍的？怎么，秦公子不信？好。那就来打个赌，今晚谁拍下的拍品少，当场跪下给对方磕头，并喊3声爸爸。陈豪，别冲动，晴天家里的实力不是闹着玩的。放心。成交。正好，为慈善多添一份力。欢迎各位来到第5届暖冬慈善夜。我们的第1件拍品是由我市青年艺术家张默先生捐赠的油画。冬日的暖阳，老规矩，本次拍卖会所有拍品依然不设底价，爱心无价，竞拍开始。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穷逼拿什么跟我斗。100万。陈豪，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系统，使用慈善晚会消费返原卡。使用成功，宿主在本场卡慈善晚会现场的所有消费都将获得10倍返利。10倍？那也就是说，我花100万就返1000万，发了！这次真的发了！陈豪，你他妈是不是疯了？那破画值100万，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秦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是觉得我出100万做慈善抢了秦公子的风？要这样的话，你再加点。这幅画我让给你。花100多万去买一幅名不见经传的画作，你当我傻？没记错的话，这场晚会应该是慈善晚会吧？没错。既然是慈善晚会，那今晚我们撑拍的就不是拍品本身，而是爱心，是给孤寡老人的温暖。至于画作本身的市场价值，不重要。你少在这里唱高调，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抬价然后流拍？你一个全身行头加起来都没有500块的穷逼，怎么可能拿得出100万？区100万而已。主持人，麻烦取个 POS 机过来。陈先生。刷卡成功，到账金额100万元，检测到宿主成功消费100万元，先为宿主返利1000万元，已发放到宿主账户，资金来源完全合法，请宿主放心使用。陈豪，我还真的是佩服你啊！这100万恐怕就是你的所有家当了吧？为了在默默面前装逼，居然敢把全部家都砸进来。这张卡里是我今天所有的钱，整整5000万。我宣布，今晚剩下的所有拍品，我秦公子包圆了。5000万，秦家公子果然财大气粗。那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陈豪，花了100万就以为能压秦天一头，这下傻眼了吧？陈豪，我们走吧。秦天他家的确很有实力，没必要跟他硬拼。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为什么要走？好戏这才刚刚开始。本来我还正发愁怎么才能理所应当的花更多的钱，毕竟这只不过是一场慈善拍卖会，没想到机会这么容易就来了。5000万，就这点钱，秦公子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包圆全场这种话？陈豪，你不会是刚才那100万把脑子刷出幻觉了吧？5000万是不多，不过我花完这5000万，明天我爸就把钱打我卡上了，而你花光了刚刚那100万，以后就只能滚回职场，是吗？那你可得瞧好了。为了今晚的慈善事业，我决定出资1个亿。趁着10倍返利卡的时限还没到，我得抓紧时间把钱都花出去。陈豪，你疯了！这慈善晚会举办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喊价的。截止到当前为止，您还是第一个喊出如此高价的人，您是认真的吗？当然，我这个人天生善良，没事就喜欢献献爱心，更何况区1个亿而已。我从未见过像陈先生这般心有大爱之人。陈先生牛逼！够了，陈豪，这里是慈善晚会，不是马戏团。1个亿，即便是我也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凑齐。区1个亿而已，没想到秦公子居然还需要3天才能凑齐。看来秦公子果然和我今天来参加晚会时走的那条摆台路一样。你什么意思？美食利美。你。秦公子还加价吗？要是不加的话，我可就要付钱了。差点忘了，秦公子还需要至少3天的时间才能凑够钱，那还是先刷我的吧。银行卡消费1亿元。陈先生大义！滚开！等一下，秦公子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儿？你什么意思？今晚的拍品你好像一件也没拍到，我们的赌约你输了。陈豪，我劝你别太过分。就算你有2个臭钱，我秦家也不是你这种暴发户能惹得起的。那咋了？身为男人，你输了赌约就得认，除非你以后都不再站着尿葬。大家说是不是啊？陈先生说的没错，男子汉大丈夫，输了就得认。没错，堂堂秦家公子总不会是言而无信的孬种吧？陈豪，秦家在江城的确有些势力，要不还是算了吧。放心，我心里有数。公子，感谢各位嘉宾的慷慨解囊。秦公子如果不想下跪，也不是不行。不过，你必须答应从今往后不再纠缠苏蜜。
原来他今晚这1亿的阵仗，不是为了慈善，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我。我果然没猜错，砸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讨美人欢心。行，我认栽，但你给老子记住，这事儿没完。台长，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位是我们台里的刘台长。听说今晚咱们的慈善晚会出了位大手笔的英雄，我哪能不来亲自见见？陈先生，我代表组委会郑重邀请您出任咱们慈善基金会的会长。啊，会长？别，我平时事儿多，怕是顾不过来。这怎么行？您这个级别的捐赠者，就算不亲自担任会长，至少也得有位代表在基金会里坐镇。既然这样，不如就让苏沫做我的代表。啊，我？哦，苏沫，没错，苏大记者的人品我信得过，这个代表我觉得由他来担任最适合不过。既然如此，那就听陈先生的。苏沫啊，台里最近正筹备档新节目，我觉得你来做这个主持人正合适。谢谢刘台长，我会努力的。苏记者，陈先生对您可真是用心楚苦。可不是嘛，苏记者生得好看，跟陈先生站在一块儿，那就是画里走出来的一对璧人。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和他站在一起，真的很般配。苏记者，苏大记者，苏沫。啊，怎么了？你家到了，从晚会出来你就魂不守舍的，想什么呢？没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不死了，苏沫，你犯什么花拳呢？这下好了，被人家抓个正着。明天陪我回家见我父母的事儿，你可别忘了。怎么了？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没什么，放心吧，明天的事情我记得呢。原来他今晚做这些，只是为了让我明天好好假扮楚晴，哄他父母开心罢了。什么？你说让我明天和陈豪一起回家去见他妈？我代表组委会郑重邀请您出任咱们慈善基金会的会长。楚总，这是咱们摸清陈豪收购股份真实目的最好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可上次我那么干脆的拒绝了他，现在又主动找上门，这不等于是上赶着倒贴吗？我倒有个主意，反正现在我们也知道陈豪的家庭地址，您可以直接登门，给他个惊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行，明天我就去他家，这一次非把他收购股份的真实目的弄清楚不可。陈豪，我还是有点紧张。别怕，你只要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楚晴，剩下的事都交给我。其实我也可以是苏沫的。嗯？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们上去吧。妈，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相信，庆庆啊，上次你在电话里说自己是开公司的，我还以为你是那种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呢，没想到你这么温柔漂亮。谢谢阿姨。庆庆，你这么漂亮，是怎么看上我儿子的？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儿子我也很优秀的，好吧？你什么样，我这当妈的还能不知道？庆庆，要是以后陈豪敢欺负你，你就跟阿姨说，我肯定狠狠收拾他。阿姨，陈豪他对我很好的。那就好，那就好。我爸人呢？你爸出去买菜了，算算时间应该就快回来了。哎呀，我的锅！
估计是我爸回来了，我去开门。爸，楚总，你怎么来了？你别多想，我只是觉得帮人就要帮到底而已，你不用太感激我。你们怎么不进去啊？叔叔好。这位是小豪，这姑娘就是你电话里说的楚沁吧？没错，叔叔，我就是楚沁的闺蜜。爸，这位就是楚沁的好闺蜜苏沫。楚沁的闺蜜？那楚沁呢？爸，楚沁她已经进去了。这样啊，那既然是沁沁的朋友，就留下一起吃饭吧。好你个陈豪，我说你怎么看见我是这个表情的？原来是找人假扮了我，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叔叔。那个爸，苏沫她有事儿，是吧？我没事啊，我来帮你提。造孽啊！老陈，这姑娘是……小豪说她是楚沁的闺蜜苏沫。苏沫，沁沁的闺蜜。是啊，阿姨，我和沁沁可是最好的闺蜜，不信你问沁沁。哦，对，没错，我和她是最好的闺蜜。怎么感觉沁沁的闺蜜和沁沁好像不太熟的样子？完了完了，这下全乱了。那个，我先去做饭，你们先聊。楚总，感谢你刚刚没有拆穿我，大恩大德，没齿难忘。楚总，你是楚沁，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苏沫了吧？是，对不起，楚总，我不是有意要冒充你的，和你没关系。我知道这肯定是陈豪的主意。这不是上次你自己说你不可能跟我一起回家吗？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既然现在没事了，楚总，你是不是就先回去？好啊，我刚才帮你逃过一劫，现在你就赶我走是吧？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阿姨？哎，别！要想让我帮你隐瞒真相，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暂时还没想好，等我想好的时候再告诉你。那不行，万一到时候你提什么特别过分的条件怎么办？开饭啦！阿姨，我突然想起来有件事要跟你说。我答应你。你喊什么喊？什么答应不答应的？没什么，我就是说刚刚苏沫跟我提的那个事儿，我同意了。这小子，默默，你刚刚说要跟阿姨说什么呀？阿姨，我想说你做的饭闻起来好香啊。沁沁，尝尝这个。谢谢阿姨。沁沁啊，阿姨想问问你，你长得这么漂亮，还自己开公司，你是怎么看上我儿子的？妈，我是你亲儿子吗？你闭嘴！就因为你是我儿子，我才要问清楚。沁沁这么优秀，可不能被你随随便便给骗了。阿姨，你不知道，其实陈豪就是在沁沁的公司上班，他们应该就是认识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就在一起了。默默，我怎么感觉你比沁沁还了解他和陈豪的事儿啊？毕竟我和沁沁是最好的闺蜜嘛，所以就对他俩的事情比较熟悉。你说对吧，沁沁？啊，对，我和陈豪所有的事情，默默她都知道。原来是这样啊！你在公司里要好好工作，绝对不能因为你是沁沁的男朋友就随随便便偷懒，不能给沁沁丢人，听到了没？阿姨，陈豪他现在早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毕竟他现在可是……毕竟我现在也算是升职了，所以就没有以前那么辛苦了。升职？难道就连陈豪的爸妈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陈豪，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没错，不过你们放心，我能升职那都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沁沁，他说的都是真的？真的，阿姨。其实陈豪他很有能力的。阿姨，要是有天你发现陈豪他真的骗了你，你会不会揍他啊？他敢？要是他敢骗老娘，我拿擀面杖给他头打烂。楚总，实在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冒充你的。默默，干嘛跟他道歉？明明是自己之前说不来的，
今天又突然出现，害得我差点在我爸妈面前露馅儿。陈豪，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上去跟阿姨说出整件事的真相，让阿姨用擀面杖打爆你的头？陈豪，龙哥，就是这个陈豪，给我废了他！就这，一个土包子，值得我亲自出手。楚天龙，楚沁，你怎么在这儿？你认识他？他是我大伯的儿子。这些年，大伯一家对我掌管的永大集团，从未死心。好你个楚沁，我说你怎么死活不肯联姻，原来是早和这土包子暗度陈仓了啊！你嘴巴放干净点，他是我男朋友，也是你未来的姐夫。姐夫？就凭他？楚沁，你脑子进水了吧？这小子哪点比得上顾少？顾少可说了，只要你嫁过去，楚家资产至少再增100亿。爷爷说过，不会为了家族利益牺牲我的幸福。楚沁，你不会真以为爷爷宠你，就能让这么一个土包子进楚家的门吧？关你什么事儿？你和你爸3番5次劝爷爷让我联姻，不就是想把我赶出楚家，吞掉我爸的永大集团吗？是又怎样？你总归要嫁人，到时候永大集团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你休想！陈浩已经答应入赘我们楚家，永大集团，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上门女婿，小子，你还真敢想啊？还是说，你只是楚沁请来演戏的托？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条件。我的条件就是要你配合我演完这场戏。可……检测到宿主面临艰难抉择，触发及时选择。选项 A， 拒绝楚沁的条件，并独自转身逃跑，奖励风一样的男子称号。选项 B， 答应楚沁，配合楚沁演完这场戏，奖励8级全精通。童子，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我是那种独自逃跑的人吗？我选 B。选择成功，请宿主立即承认自己愿意做楚家的上门女婿，即可获得奖励。天龙弟弟，你怎么能这么跟姐夫说话？你姐说的没错，我的确是答应了她，愿意做楚家的上门女婿。原来他早就答应了楚沁要和他在一起，那我算什么？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请问宿主是否使用？使用。我感觉现在的我一拳能打死一头牛。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他身上的气场突然变了？你还真是有种啊！龙哥，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肖想攀附楚家，我看不如直接废了他。我觉得你的提议很不错。楚天龙，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给老子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土包子废了！住手！今天，只要你答应放了他们2个，我愿意做你女朋友。苏沫，你……陈豪，认识你很开心。苏沫啊，苏沫，就算我不答应你，你不会以为自己今天还能逃得掉吧？都愣着干什么？给老子上啊！这怎么可能？一群废物，连个土包子都搞不定，还得老子亲自出手！小子，老子可是跆拳道黑带，你要是现在投降，还来……
看在你是楚家人的份上饶你一次，再有下次，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你给我等着！豪哥，不，陈烨，我错了，我嘴贱，您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把你刚才对苏沫说的话再说一遍。我嘴贱，我该死。苏小姐，对不起，我不是人，不是人，我不该说那些混账话，求您大人大量，饶了我。他这是在替我出气吗？可是他已经是楚家的上门女婿了，他和楚沁才是真的。既然他没事了，我也该走了。苏沫，滚！他怎么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傻子。啊？算了，跟你说不清。不过今天这事儿，楚天龙回去以后肯定会跟我大伯添油加醋。这几天我就得带你回去见爷爷，你做好准备。行吧，反正都已经答应过你了。陈豪，你老实告诉我，你收购公司股份到底有什么目的？我真没什么目的，就是有钱了，随便买点。随便买点？你买了51%，那不是刚好凑够控股吗？算了，问你也问不出来。走了。都走了，我也该去准备下过几天见楚家老爷子的礼物了。到底是谁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爸，是楚沁那个贱人。楚沁？他怎么会打你？楚伯父，打伤楚少那不是楚沁，是楚沁的姘头。什么？楚沁的姘头？打伤你的人是顾少？打我的人不是顾少，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男人。楚沁还说要让那个野男人入赘我们楚家呢。这个楚沁还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纵容一个野男人对自己的堂弟下这么重的手不说，竟然还想让这个野男人进我楚家的门。我现在就回家告诉老爷子，让老爷子解除楚沁在楚氏集团的所有职务。伯父英明，楚少绝不能就这么白白挨一顿打。今天你和天龙明明是一起出去的，怎么天龙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你却好好的？啊！老二，你是说他们两个现在这样，都是被沁儿刚找的男朋友打的？是啊，爸，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亲自问他们两个。爷爷，我爸他说的都是真的呀！那个人下手太狠了，根本就没把我们楚家放在眼里。楚爷爷，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都是被楚沁小姐的男朋友打成这样的。那人身手了得，我们根本不是对手。爸，你都听到了，楚沁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纵容外人伤及手足不说，居然还打算让这个混蛋入赘我们楚家，这分明是引狼入室啊！楚家的100年基业，难道要拱手让给一个外人？什么？入赘我们楚家？这是沁儿亲口说的？没错，爷爷，的确是楚沁他亲口说的，我亲耳听见，绝无半句虚言。爸，我们楚家的基业是您一辈子的心血，绝不能落到一个外人手上啊！我提议立刻解除楚沁在我们楚家现有的一切职务，以免后患无穷。你说的没错，我们楚家的基业绝不能落到外人的手里。通知沁儿，让她带着她那个男朋友立刻回来见我。是，我现在就让她带着那个野男人回来。都说钱养人，这话果然不假。这身行头就是最好的名片。下楼，爷爷让我带你回去见他。爸，一会儿要谈的是咱们的家事，不如先让秦天子回避一下。是啊，爷爷，秦天刚才还跟我说他腿又疼了，要不让他先回去歇着吧。
哦，对，楚爷爷，我一个外人确实不方便参和你们的家事，我就先撤了。既然如此，老夫就不留秦公子了。楚爷爷再见。这个楚沁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该不会是自知理亏，不敢进门了吧？这里是我家，我为什么不敢回来？爷爷，楚爷爷好，初次登门，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还望楚爷爷笑纳。爷爷，就是他打伤的我。老坑玻璃种的杨绿翡翠扳指，确实不错。你有心了。不过，你该不会以为一枚扳指就能抵得过你打伤我孙子这件事儿吧？来人！爷爷，你这是什么意思？之前听沁儿说，还以为楚老爷子是个明事理的可爱老头，没想到不过是个不分青红皂白、只会护犊子的老迂腐罢了。陈小友说笑了，不过你伤了我孙子，我这个做爷爷的总得替他讨个公道。我看谁敢！爷爷，我对你很失望。楚沁，先是纵容外人伤你手足，如今还想违抗爷爷的命令不成？陈豪，我早说过，你们楚家不是你这种废物能肖想的。你干嘛？放开我！给我废了这小子的双腿！不要！老邓，这可是你选的。这怎么可能？爷爷，你看到了吗？他就是这么打我的。好身手！爷爷，你这是……这些保镖都是我精心培养的好手，你能打败他们，也就证明了你有保护沁儿的能力。沁儿交给你，我放心。啊，楚老爷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刚刚这些人不过是我对你的试探罢了，毕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做我楚云海的孙女婿的。爷爷，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要对陈豪动手呢。你这丫头，爷爷在你心里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谁让你不提前跟我说清楚的？爸，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您真的同意让这小子进咱们楚家的门？那他打了天龙的事儿怎么算？天龙可是您亲孙子啊！天龙什么品性，我最清楚不过。陈豪这孩子，通过我刚刚的观察，不像是主动惹事儿的性格。这事儿肯定是天龙惹事儿在先。爷爷，我可是你的亲孙子，你怎么能向着一个外人？闭嘴！现在给陈豪道歉。什么？让我给他道歉？不可能！是啊，爸，您就算偏袒楚沁也不能这样啊！天龙毕竟也是您的亲孙子。住嘴！你不道歉也行，那我就把楚家现在所有的产业都交给沁儿打理。啊，爸，您不能这么偏心啊！那就道歉。天龙，跟陈豪道歉。爸，道歉。爸，对不起。算了，都是一家人。陈小友，听沁儿说你已经答应了入赘我楚家，这事儿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太好了！既然如此，我这就吩咐人准备订婚仪式。什么？怎么了？
难不成你们两个是联合起来骗我这个老头子的？当然不是，只是爷爷，我和陈豪现在还是想先以事业为重，所以订婚的事不用这么着急的。是啊，楚爷爷，真的不用这么着急。行了，你们怎么想我不管，反正只是订婚而已，又不碍事，就这么决定了。完了，这场戏演的把自己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可，爸，现在让他俩订婚，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你凭什么不同意？爸，您别忘了，京都4大家族之一的顾家，可是很早之前就来咱们家提过亲的。你和顾家少爷有婚约啊？你胡说什么呢？没有的事儿，不过是之前顾家老爷子还在的时候，和我爷爷提过这么一嘴，不过我爷爷当时并没有答应。青儿说的没错，当时我并没有应下这门婚事。您是没答应，可顾家不认啊。顾承泽出国前曾放下过话，说楚沁是他的女人，谁要是敢打楚沁的主意，就是和顾家作对。而且顾承泽昨天就已经回国了，这时候让楚沁和陈豪订婚，万一被顾家记恨上我们楚家怎么办？这顾家到底什么来路？怎么感觉你大伯对这个顾家很害怕的样子？顾家是京都4大家族之一，生意遍布全国各行各业，在整个华国，除了于氏财团之外，没有人会愿意招惹顾家。这样啊，难怪你大伯这么害怕这个顾家呢。不过这个顾家既然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愿嫁给这个顾家少爷？怎么，你很想我嫁给他？怎么会呢？我就是随口一问。整个圈子里，谁不知道顾承泽是出了名的渣男？被他祸害的女人没有100也有80，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嫁给他。楚沁，事关我们整个楚家的前程，由不得你任性。好一个事关楚家的前程！既然你这么想攀上那个什么顾家，你怎么不嫁呀？陈豪，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别以为你通过了老爷子的试探，就真的能进我楚家的门。要是让顾少知道你竟然敢打他的女人的主意，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是吗？不如你现在就拍个照片发给那个什么顾少，我倒要看看他能对我怎么的。够了，我们楚家还没到要养别人鼻息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不愧是楚老爷子，口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硬啊，就是不知道身子是不是也像以前一样那么硬朗。顾少，您怎么来了？顾少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沁沁，好久不见，你比以前更香了。你谁呀？也敢挡在本少面前？楚沁是我的女人，你看向她的眼神，我很不喜欢。他说我是他的女人。楚爷爷，这人说他是我老婆的男人，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顾承泽，这里是我江城楚家，不是你京都顾家，找我要说法，让你爷爷亲自过来。楚爷爷，我爷爷去年就不在人世了，他是没法过来。不过你要是实在想我爷爷，我倒是很乐意送楚爷爷去和我爷爷团聚。爷爷，你怎么了？顾承泽，你给我滚出楚家！既然楚爷爷今天身体棒恙，那本少就改日再来拜访。对了，沁沁，我找大师算过了，3天后就是我们两个的婚礼，酒店位置我会让人通知你，到时候别忘了来当新娘。你休想，我死也不嫁给你！不来也行，只是这江城以后将再无楚家。那个爸，我等会儿回来看你，我先替你去送送顾少。我也去。顾少，等等！对不起，顾少，有事？我也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想的。不过您放心，3天内我一定能让楚沁心甘情愿地嫁给您。说吧，你这么做的目的是？我想掌管楚家全部的业务。好说。这是我原本打算送给楚沁的价值50亿的合同，现在属于你了。谢谢顾少，顾少放心，我说到做到，一定会让楚沁心甘情愿地嫁给你。爸，
50亿！有了这份50亿的合同，我们就可以联合所有股东罢免爷爷董事长的职位了。没错。走，回去。爷爷，我没事儿。陈好，你愿不愿意和庆儿一起去国外生活？带楚庆去国外？没错。爷爷，你要赶我走？傻孩子，我怎么会赶你呢？我只是没想到那顾家小子如今居然会成了这般模样。刚刚我看他那样子不像是开玩笑，所以爷爷觉得不如你和陈豪2个人干脆去国外生活，走得越远越好。不，我不走，我不会抛下爷爷你一个人的。检测到宿主面临重大人生抉择，触发命运选择题。选项 A 拒绝楚老爷子的提议，奖励未来之眼。选项 B 接受楚老爷子的提议，奖励海外豪宅1套以及识物者称号。让楚老爷子一个人留下面对顾家，我估计楚沁也不会同意。我选 A。恭喜宿主成功，奖励已发放。听话，沁沁，和陈豪2个人去国外，顾家这边爷爷帮你应对。爷爷，其实我和陈……其实我也不愿意去国外。他也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国外吗？算了，毕竟我和他只是演戏罢了。你放心，就算你和沁沁出了国，我楚家也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张卡里的余额足够你和沁沁安稳度过下半辈子了。楚爷爷，我的意思是，我要留下来，和楚家一起共进退。什么？他说他要和楚家一起共进退，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我吗？我果然没看错人。楚爷爷，趁这个机会，我会让顾承泽知道，无论是江城楚家还是楚沁，都不是他想欺负就能欺负。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你是谁？竟然还敢妄想对抗顾家！大伯，你什么意思？陈豪他不过就是个一心想混进我们楚家吃软饭的穷逼，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要抗衡顾家，他以为他是谁？于氏财团吗？是啊，爷爷，你可千万别被这个陈豪忽悠了。以我们楚家现在的财力，根本就不是顾家的对手。那依你看，我们楚家现在应该如何应对顾家呢？让楚沁嫁给顾少，这是对我们楚家最好的选择。哼，老二，你太让我失望了。沁沁她可是你的亲侄女，就因为她是我的亲侄女，所以为了楚家的前程，她更应该嫁给顾少。我楚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窝囊废？从今天起，我要罢免你在楚氏集团的所有职务。哼，罢免我？爸，你没这个机会了。什么意思？这是顾少刚刚给我的价值50亿的订单，明天我就会召开股东大会，你猜那些股东会不会愿意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利益？哼，爸，你该让位了。老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难怪你一直跟爷爷说要让我嫁给顾承泽，原来你早就和他勾结好了。废话少说，楚沁，我答应你，只要3天后你乖乖嫁给顾少，你父亲给你留下的永大集团就还是你的。你敢？老二，我告诉你，你拿走楚氏集团我不管，但你要是敢动沁儿的永大集团，我一定饶不了你。爸，你难道想看着我们楚家就此在江城彻底消失吗？楚沁，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否则我会立刻联合顾少对你的永大集团展开阻击，你就等着破产吧！滚！你给我滚出去！沁儿，听话，拿上这张卡和陈豪出国去吧。爷爷，我不要，大不了我嫁给顾承泽就是。你胡说什么？自从你父母当年出了车祸之后，爷爷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够开心幸福的过完这一生。爷爷，要是我们得到于氏财团的支持的话，是不是就有了赢顾承泽的机会？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之前你们不是说只有于氏财团有能和顾家抗衡的资格？你说的没错，于氏财团的确有能和顾家抗衡的资格，
甚至仅就财力方面而言，于氏财团是完全可以碾压顾家的。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只要能得到于氏财团的支持就够了。陈豪，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于氏财团向来只看重利益，从不介入任何家族或圈层的纷争。别说我们楚家，就算是京都其他3大家族，也请不动于氏的人。放心，这件事交给我。陈豪，你为什么要为我们楚家做到这一步？你忘了，我可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你大伯他要对公司下手，我当然不能让他如愿了。原来只是这样啊！差点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是楚沁的男朋友。你爷爷看着呢。原来他抱我是为了演给爷爷看啊！可是为什么被他抱住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能回答你，因为爱情，因为我爱你，所以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好，不愧是我楚云海选中的孙女婿，你比我那窝囊儿子强多了。陈浩他刚刚说的那些话，究竟是真心的，还是只是说给爷爷听的？楚爷爷，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永大集团可是目前系统给我的最大的资产，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楚杰和顾承泽毁了它。陈豪，谢谢你。陈豪，你有什么打算？毕竟想要得到于氏财团的支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利益？你们不是说于氏财团最看重利益吗？那我就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利益。好，既然你已经有了对策，就算是倾尽楚家现在所有的一切，我都支持你。说吧，你想要什么？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楚爷爷，真的什么都可以？当然，我楚云海说到做到。好，那我要楚沁亲我一口。啊？那算了吧。等一下，等一下。你自己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好，你好好照顾楚爷爷，也要注意防着点你那个大伯，我担心他会狗急跳墙。放心吧，有我在，老二不敢对沁儿做什么的。那我走了。好，老夫等你的好消息。无论事情最后结果怎么样，你都是我楚家唯一的孙女婿。你一切小心。陈豪，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希望系统奖励的未来之眼能够用得上。于氏财团，我来了。喂，给我订一张最快去京都的机票。都说说吧，最近有什么好项目？一个个死气沉沉的，我于氏的钱堆在银行里都快发霉了。于总，我看好这支星辰科技，他们刚发布了新一代 AI 芯片，市场反响炸裂，3天内股价已经涨了15%，技术面突破前高，量能配合完美，我建议立即建仓，预计未来1个月至少30%的涨幅。没错，星辰科技绝对是下半年最大的风口。于总，我们一致看好这只股票，可以重仓买入，10个亿起步。就这些，没点新意。先生，您不能进去，这是内部高层会议，没有预约不能进。如果你们买了这只星辰科技的股票，于氏财团将会遭受至少10亿的损失。哪里来的疯子？你懂什么？星辰科技的基本面，我们研究了整整2周。叫保安立刻上来，把这个捣乱的人轰出去。等一下，你是谁？又为什么会这么笃定？买了这只股票，我们一定会赔。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豪，江城永大集团的董事长。永大集团，一个上不得台面的2流地产公司，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来我于氏财团闹事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叫保安过来把他赶出去！
星辰科技的股价降了，这怎么可能？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猜对这只股票的走势的，但是不好意思，如果你只有永大集团的董事长这一个身份的话，确实不配出现在我们于氏财团的会议室。是吗？不知道于总有没有兴趣打个赌？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和我们于总打赌？于总，您可千万别答应他，谁知道他是不是憋了一肚子坏水？你们刚刚是在教我怎么做事？于总，我没有，对不起，于总。说说吧，你要赌什么？你不是要投资股票吗？就赌2个小时内，我可以让于氏财团赚够100亿。哦，帮我赚够100亿，口气不小。可是，要是你输了呢？我不会输。于总，他在玩你啊！我看他分明就是对手公司派来的卧底，假借着和你打赌之名，实际上就是为了给我们于氏财团造成损失。是啊，于总，您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这摆明了就是个圈套。于总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先自己拿出1亿现金作为初始基金，如果赚了，归你于氏财团；若是赔了，于氏财团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如何？真好。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总不会只是为了给我们于氏财团送钱吧？当然不是，我之所以会这么做，不过是想请和于氏财团达成合作，共同对付顾家。你凭什么会觉得我会答应你？毕竟顾家可是京都最老牌的4大世家之一，势力不可小觑。怎么感觉刚刚我说对付顾家的时候，这于总好像很兴奋似的？难不成他和顾家之间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往？就凭我能让于氏财团在2个小时内赚够100亿，怎么样？于总敢不敢赌？我有什么不敢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顾家而已。只要你真的能在2个小时内让我赚够100亿，我帮你对付顾家。好，既然如此，那就抓紧时间开始吧。麻烦于总让人给我准备一台电脑。系统，使用未来之眼。叮，未来之眼已生效，请宿主开始表演。于总，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你可以计时了。这什么事啊？装神弄鬼，我赌他半小时内就会把那1亿亏光。就是一个搞房地产的来玩股票，笑话。蓝海能源涨停了，这不可能！我明明看到它连续跌了5天。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怪？于总觉得呢？已经过去1小时40分钟了，目前盈利……报告于总，目前盈利已经突破87亿。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还有20分钟，于总，要不要再追加点本金？赚够200亿也不是问题。不用了，你已经赢了。丁，当前账户总资产已达203亿，盈利103亿。啊！陈先生，这也太神了吧！1个小时居然赚够了100亿！陈先生，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大量。不碍事，你们也都是为了于氏财团的利益着想，可以理解。行了，都散了吧。陈先生，请跟我来。这陈豪到底是什么来路？那股操盘手法，我干了20年从没见过。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人于氏惹不起。于总的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温馨得多。
怎么，你以为我会把办公室装修成金库的样子，镶金贴钻那种？差不多。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对付顾家？2天后，顾承泽邀请了江城所有的名流世家参加他的婚礼。我希望于总可以在这场婚宴上当众宣布和楚家开展全面战略合作的消息。婚宴？你不会是想抢亲吧？于总猜的没错，不过你不用担心，这场婚礼本身就是顾承泽以顾家势力强硬逼婚的而已，所以于总不必有什么道德负担。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2天后顾承泽的婚宴上，我会亲自到场，当众宣布于氏财团与永大集团全面战略合作。多谢于总。合作愉快。莫姐，你最近工作这么累，又是基金会，又是主持节目，好不容易今天能休息一天，你为什么一定要抢着出这次外勤啊？我抢的不是这次外勤，而是自己的幸福。啊？莫姐，你说啥？没什么，这次可是京都世家顾公子的婚礼，好好拍。好嘞，莫姐，我办事你就放心吧。虽然不知道楚沁和陈豪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但如果楚沁嫁给了顾承泽，或许我真的能有机会和陈豪在一起。各位，今天是我侄女楚沁和顾少的订婚大喜，让我们共同举杯，祝2位新人百年好合。楚总，您这侄女能嫁给顾少，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就是，顾少可是京都4大家族之一的继承人，楚小姐嫁过去，那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那是自然，顾少人中龙凤，能看上我们家沁沁，那是我们楚家的福分。等楚沁嫁过去，永大集团就是我了，到时候看谁还敢看不起我。咦，说了这么久，新娘子呢？怎么没见她人？楚小姐来了，一个人来的。听说她之前有个男朋友，后来被顾少横刀夺爱了。沁沁，你终于来了，想明白了就好。等嫁进了顾家，你就是尊贵的顾家少夫人，后半辈子就等着享福吧。沁沁，你今天真美，婚纱和化妆团队我都准备好了，在楼上，你先上去换衣服，等会儿咱们还要拍照。陈豪呢？他怎么没来？我劝你还是乖乖嫁给我，否则你那小情人陈豪难保不会出车祸或者其他什么意外。顾承泽，你卑鄙！谢谢夸奖。陈豪怎么还没来？他不会真的出事了吧？带楚小姐上楼化妆。等一下，这人谁呀？来干嘛的？陈豪，他果然还是来了。他就是楚沁之前那个男朋友，他怎么来了？不会是来抢婚的吧？抢婚？这怎么可能？顾少背后可是京都4大家族之一的顾家，谁敢和顾家作对啊？陈豪，救我！顾少，你要带我的女人去哪儿？顾少，你要带我的女人去哪儿啊？他居然敢跟顾少抢女人，不要命了！有好戏看了！我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敢来。我为什么不敢来？毕竟今天我来这里可是有着一件大事要宣布的。大事？没错，各位，今天我来这里除了要带走我的女朋友以外，还有一件事要宣布，那就是我代表整个楚氏集团向顾家宣禅。什么？楚家要向顾家宣禅？这楚家要完了！陈豪，你给我闭嘴！你凭什么代表我们楚家？我才是楚氏集团的董事长。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了。这怎么可能？那些股东怎么可能会同意罢免我？我宣布，从现在开始，陈豪就是楚氏集团新一任的董事长，他的态度就是我楚家的态度。楚老爷子，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堂而皇之的和我作对，难道就不怕我让你楚家在江城彻底消失？顾少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楚家消失。那是于氏财团的于小鱼，真的是他？他怎么会来？
路上有点堵车，还好没来晚。看来你就是楚沁，楚小姐了。于总，难道你要帮着楚家一起和我顾家作对？顾少，你误会了，我帮的不是楚家，而是陈豪。于氏财团即日起与永大集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首批合作资金500亿。500亿？于氏财团这是疯了吗？这个陈豪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能让于氏财团拿出500亿给他撑腰？于总，我顾家与你于氏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今天非要趟这趟浑水？什么浑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于总，你别忘了，我顾家也不是软柿子，就算楚家有你于氏撑腰，我顾家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大不了鱼死网破。顾少，看来你来江城这几天，压根儿就没关心过你们顾家现在的情况吧？你什么意思？你这个逆子，你到底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爸，怎么了？咱们顾家所有的产业、股票、地产、矿市，一夜之间全部遭到了神秘资金的阻击。现在顾已经破产了，你给我立刻滚回来！什么？顾家居然破产了？这怎么可能？顾家可是京都4大家族之一啊！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我说过，今天我来就是代表楚家向顾家宣战的。陈豪，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顾少，等等我们！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爸，你干什么？放开我！爷爷，我是您亲孙子啊！正因为你是我亲孙子，我才要关你禁闭。把他们两个给我带回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们离开楚家半步。天哪，顾家就这么完了？这个陈豪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能一夜之间就让京都4大家族之一的顾家破产？好孩子，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楚老爷子，您这孙女婿可真是人中龙凤啊！是啊，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手段，未来不可限量。楚家有这样的孙女婿，何愁不兴旺发达？哈哈哈，你们说的没错，陈豪就是我们楚家的福气。陈先生，您真是年轻有为。陈先生，改日一定要赏脸，到我们公司指导指导。苏记者，你也来了？是啊，这种大新闻我怎么能错过？陈豪，恭喜你，你和楚公氏很般配。其实我和楚沁，我们两个只是和……爷爷喊我们过去呢。快去吧，别让楚老爷子等急了。你喜欢他？于总，你说什么？我没有。别装了，喜欢一个人，眼神是藏不住的。你喜欢他？于总，你说什么？我没有。别装了，喜欢一个人，眼神是藏不住的。我没有。得了吧，我于小鱼看人从来不会错。从陈豪进场那一刻起，你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他。就算我喜欢他又怎么样？他和楚沁在一起很般配，是吗？我倒不这么觉得。你不觉得我和他其实也挺般配的吗？啊，和你开玩笑的。不过我觉得要是喜欢一个人就得勇敢去追求，难道要等到他结了婚，你在旁边看着后悔一辈子？你说对吧？这是我的私人名片，我在京都还有些事要处理，得先回去了。欢迎你随时来京都找我玩。于总，谢谢你。陈豪，我真的可以吗？别等了，儿子说今晚回来吃饭，肯定回来的。你说这孩子，上次带着沁沁和默默回来，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哪有女朋友的闺蜜跟着一起回家吃饭的？你呀，就是瞎操心。妈，爸，我回来了。哎呀，正好正好，回来就回来，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沁沁没跟你一起？他公司有事儿，今天来不了。那默默呢？妈，默默是沁沁的闺蜜，老跟着我回来算怎么回事？儿子啊，妈问你个事儿，你得老实回答我。什么事儿？你跟沁沁还有默默到底是什么关系？妈，我不是说了吗？沁沁是我女朋友，默默是沁沁的闺蜜。你少糊弄我！上次吃饭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哪有女朋友的闺蜜比自己女朋友还紧张的？
沁和苏沫都在我手上，你还真是处处留情啊！我还真想知道他们两个到底谁在你心里更重一些呢？顾承泽，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毁了我顾家，毁了我的一切，那我就只能让你也尝尝失去最爱的人的滋味。你要是敢动他们，我一定不会饶了你！少废话，想要他们活命，就一个人来城东废弃工厂。记住，是一个人。要是让我发现你带了别人，或者报了警，你就等着给他们俩收尸吧。怎么了？谁打来的电话？没事，妈，公司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这么晚了还出去，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再处理？很快就回来，你们早点休息，别等我。爸，妈，等我回来。这孩子到底怎么了？我这心里头怎么这么慌啊？两位美人，你们说陈浩那小子会先救谁呢？楚沁，你可真是块兵，老子追了你那么久，你连正眼都不给我一个，结果呢，转头就倒贴那个土包子。你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好得很。既然你这么护着他，一会儿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他是怎么被我一点一点折磨死的。苏记者呢？你跟陈豪有什么关系？那个陈豪有什么好的？你们一个个的都喜欢他，关你什么事儿？好，既然你们两个都这么在乎他，那就等我解决完了陈豪，再好好陪你们两个玩玩。楚沁、苏沫，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都准备好了没有？放心吧，顾少，只要那个陈豪敢来，我们几个一定不会让他活着离开的。很好，不愧我顾家养了你们这么多年。顾程程，我来了，放了他们！陈豪，你快走，顾城爷他要杀你！陈豪，快走，别管我们了！该老子闭嘴！陈豪，不得不说，你挺有种。陈豪，你快走，别管我们！是啊，陈豪，他就是故意要引你过来的，你快走！顾承泽，之前的事是你我之间的恩怨，和他们无关，放了他们两个。放了他们？你说的轻巧。之前在宴会上，你不是仗着有于氏撑腰很狂吗？现在怎么不狂了？放了他们！有什么冲我来！这可是你说的，给我废了他！陈豪，你快走，求你了，快走啊！陈豪，别管我们了，快跑！丁，检测到宿主面临致命危机，触发及时选择。选项 A， 强行出手，成功率15%。选项 B， 放弃抵抗，任由对方处置，等待最佳反击时机。奖励金刚不坏神功硬度持续1小时。15%的成功率，我不能拿他们的命去赌，我选 B。陈豪，求你了，快跑啊！你会被打死的！快走，求你快走，别管我们了。我不会丢下你们两个不管，还挺痴情。给我打！系统启动金刚不坏神功。真的不疼，童子哥果然靠谱。你们他妈没吃饭吗？给我往死里打！不能让他发现我没受伤。哎呀！愣着干什么？给我往死里打！住手！求你们住手，他会死的！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哈哈哈，陈豪，你也没想过你会有今天吧？
都让开，让我好好送送咱们的陈总。陈豪，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你放心，你死了之后，楚沁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的，每天门晚都会。你没事儿？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了，你不能杀我，杀人是犯法的。儿子！儿子，你没事吧？伤到哪儿了？妈，我没事。爸妈，你们怎么来了？你走后，你妈非说担心你出事，我们去了你公司没找到你，就立刻报了警。警察追踪了你的手机定位，还好我们来了及时，不然你就铸成大错了。妈，谢谢你。傻孩子。楚小姐，你没事吧？楚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苏沫姐，你没事吧？可吓死我了。没事，别担心。沁沁，他怎么喊你苏沫姐？苏沫，他怎么喊你楚小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头好疼！陈豪，小心！于总，不好了！慌什么？说清楚。于总，不好了！慌什么？说清楚。陈豪，陈总他被人打进医院了。什么？醒了就别装了。妈，你都知道了。臭小子，还有你们两个，竟然和他联合一起骗我！我这不是不想让你担心吗？臭小子，还嘴硬！来医院路上，楚沁和苏沫已经把之前的事儿一五一十跟我说了，你可真是长本事了啊！等，妈，轻点，耳朵要掉了。行了，废话少说，现在我就问你，他们两个，你到底喜欢谁？打算让谁做你女朋友？阿姨，选项里能不能再多加一个我？